10月嚟韓國除咗睇紅葉之外咧，其實都可以去天空公園睇呢個字芒節嘅喎。而天空公園咧，其實係位於韓國嘅世界盃體育站，而喺呢度上去咧，其實都要行到20至30分鐘㗎。咁所以嚟呢度咧，大家都要準備一啲腳骨力啊。而網上揾到資料咧，每逢10月中就會舉行呢個字芒節。而呢個字芒節最特別之處咧，就係夜晚咧就會亮晒燈啦。你會見到呢度會打晒好多唔同顏色嘅燈啦，非常之靚嘅喎。而呢度咧附近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打卡位啦。你經過一啲唔同嘅打卡位，你都係可以影相嘅。如果你想影到日頭同埋夜晚嘅景色咧，咁就最好3、4點左右就上嚟啦。咁大約黃昏嘅時節咧，你就會見到日落嘅相啦。咁而記得咧上嚟之前咧，記得要帶定啲衫喎，因為呢度入夜之後咧真係好凍嘅。由於上嚟嘅時候咧，我哋揀咗行樓梯上嚟啦，咁所以咧我哋落去嘅時候咧就坐翻專車落去啦，因為都比較黑，比較危險啦。咁中意我條片嘅人咧，記得 follow 我同埋 like 我啦，多謝，拜拜。